第24章，过了5日，大祭司阿那尼亚甲几个长老甲一个辩士帖土罗落来，向孙母控告保罗。保罗受提来，帖土罗就告伊讲：腓力斯大人，阮因为你得到大享平安，并且这一国的百病，因着你的先见得到更正，阮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。惊了侪讲，你嫌啰嗦，就求你宽容，听阮讲几句话。阮看这个人亲像瘟疫一般，是鼓动普天的正犹太人生乱，阁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，连圣殿伊也想要污秽。阮将伊掠了，你家己救问的就通知影，阮告伊的这一切的事。正犹太人也随着告伊讲，事情真正是安尼。孙母点头叫保罗讲，伊就讲：我知影你伫这个国内断事侪年，所以我乐意为家己分诉。你早明就可以知影，我对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仔日不过有12日，因并无看见我伫殿内，也是伫会堂内，也是伫城内甲人辩论，倡动正人。因现在所告我的事，并未为对你证实，总是有一件事，我向你承认，就是因所称作异端的道。我正正照迄个道侍奉阮的祖宗的上帝，各信合的律法，甲先知册顶一切所记载，并且靠着上帝，望世人无论好歹，拢要过活，就是因家己也有这个望。我因为安尼家己勉励，对上帝对人尚存无愧的良心。过了几年，我带着真济本国的款项甲贡献的物上去，拄现的时阵，因看见我伫殿内已经洁净了，并无有自执，也无吵闹，只有几个对亚细亚来的犹太人，因若有告我的事，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。若是无，这个人若看出我徛伫公会有染衫罪的所在，因家己也通讲明。即使有，也不过是一句话，就是我徛伫因中间大声讲，我今仔日伫你面前受审，是为世人告我的道理。腓力斯本是详细知影这个道理，就当督因讲，各等千夫长路西亚落来，我要审问恁的事。对安尼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，并且款待伊，也毋通阻挡伊的亲友来攻击伊。过几日，腓力斯甲伊的夫人人犹太的女子苏西列三甲来到，就叫保罗来听伊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。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甲将来的审判。腓力斯真正觉得惊吓，讲：你暂请去吧，等我得地便，阁叫你来。腓力斯阁望保罗送伊银钱，所以豆豆叫伊来甲伊谈论。过了2年，波求菲斯都
接腓力斯的任。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欢喜，就留保罗伫家呢。